都有攞到獎牌。係啊，李卡度嘅相當全面嗰個球員嚟㗎，無論進攻啊、防守佢都相當好啊。咁啊，可能喺呢個時間咧，等阿菲利斯唞一唞先，咁揾啲有經驗嘅球員入嚟咧，就控制個節奏先啊。可惜個波俾山東偷咗喎，踢下嘅時間，馬聰、單長信傳得比較深，對住丹馬克喎，甩咗喎，追唔追到啊？丹馬克唔好俾佢中間入波啊，因為唔好俾佢攞個架踢，可惜啊！嚟到呢度，咪俾山東隊入花球喎，都幾多失誤啊！頭先嗰個鬥牛就俾對方搶咗。係啊，啱啱個鬥牛就踢下個波啊，反彈咗出翻去山東嗰邊，咁樣山東即刻做個快速反擊啊！咁啊將個波即刻傳去邊線啦，就俾到馬浩翔就爆贏咗丹馬克喎，竟然後半場似乎香港都冇乜機會製造攻勢啊！係啊，有波就有控球權有嘅，但係就好快就轉翻俾山東攞咗啦。咪影住單長信啦，咁啊係山東隊嘅主力球員嚟嘅，咁啊多數都包辦晒山東隊嘅踢波啦。有埋添啊，山東咁啊，憑住呢個加踢咧，山東暫時領先緊香港隊係14-12啊！睇多次啦，住丹馬克兩個假動作啊，呃咗佢之後咧，兩個埋嚟，丹馬克、薩耶斯都唔夠佢快啦。咁啊，時間仲有嘅4分零鐘啊，咩都有可能發生啊，我覺得。好啦，咁啊，香港隊要加油啦！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冷靜啲啊！咁啊，睇下依家就李卡度嘅經驗啦，同埋佢嘅組織能力可唔可以幫到香港隊啊？嚟到出邊，要 set 翻個 rock 先啦。咁要去細邊喎，嚟翻裏邊，要揾人幫手啦，係啦。李卡度、丹馬克會唔會中間嘗試自己去啊？過唔到，不過咧有3個山東強埋嚟，咁啊出邊佢唔夠人㗎，山東見到而家3打2。拜恩塞巴嘗試自己去啊！頭先山東球員就冇放手啊，不過球證就話繼續，因為個波就香港隊攞翻。丹馬克 hand 唔 hand off 到啊 ？hand off 唔到喎，掉到出邊，中間開咗啦。薩耶斯過唔過到？俾人捉到條褲啊！喺地下上面做個 offload， 仍然都係香港隊嘅 ruck set 翻，有少少犯規喎，球證都冇睇住啊，望到出邊。而家有睇啦，咁啊吹罰咗山東隊啦，係啦。咁啊，山東隊球員啊似乎唔太滿意，但係球證就話你喺個 ruck 裏邊做個 diving 啊，即係插入去嘅動作啊，咁就吹罰佢犯規啦。于力人，過唔過到啊？有啊，于力人 ，yes， 搞掂于力人。咁啊喺剩翻2分零鐘嘅時間，幫香港隊咧應該反超17-14啊！哇，好緊張啊！好似見到對方嘅防守好似有少少猶豫咧，就俾于力人咧係山閘之前衝咗埋去。係啊，呢球波就因為薩耶斯就帶咗一段出嚟啊，令到山東球員散晒㗎啦，再加埋一個犯規，咁啊令到于力人咧好有力入嚟啊，搞掂啦呢球。都係隊中嘅老將啊，37歲啊，佢假動作亦都靚啊！係啊，冇錯啊！佢中間做個假動作啦，跟住呢度咧就入埋啦。咁啊，再應該穩陣啲啦啩，19-14。係啦，領先緊5分，5分就你話穩唔穩陣咧？真係唔係太穩陣嘅，需要多一個達陣，一個保險球啊！咁啊，睇下呢球波香港隊踢成點？好啦，香港隊加油啊！咁啊，希望現場嗰啲觀眾啊，大聲啲打氣啦，俾多啲力量啦，就係香港隊嘅。咁啊，今日入場就有啲紀念品添喎，睇嚟嚇現場嘅觀眾。山東嘅胡振業咧，就睇嚟係換走咗嘅。其實我諗你話任何紀念品都唔及親眼見證到我哋香港隊攞金牌更加深刻、更加重要啊！冇錯啊！好啦，咁啊，剩翻咧唔夠2分鐘啊！似乎係山東隊球員拍到個波先啊，係咪咧？咁啊，睇一睇旁證點講啦。係啦，係話係香港隊嘅界外球啊！咁啊，呢個接發山東隊就麻麻地啦，升起咗人之後咧，判斷有少少失誤啊！咁啊，個波又拍到隻手。咁啊，變咗係香港隊嘅界外球啦。山東隊嘅10米線附近。咁啊，死球方面香港應該冇乜問題嘅。咁啊，睇下落嚟點樣處理啦。咁啊，山東一定係會俾好大壓力香港隊嘅啦，絕對唔會咁輕鬆俾你。拍咗落嚟，麻麻地。哎呀，咁啊俾山東拍咗嚟後邊，
咁啊，波啊繼續都係山東㗎啦，係啦，傳出嚟出邊係2打2，對住丹馬克啊，又係先腳啊，咁啊俾丹馬克捉到啦，唔好犯規就得㗎啦，其實一路保持佢，逼佢喺自己22米線裏邊左傳右傳咧，可以令到佢有效。嗱，麻麻地啦呢度，一個對住兩個香港隊球員，尼卡杜飛啊，似乎就係一個達陣嚟嘅。哇！尼卡杜後備入替嘅尼卡杜啊，打到對方嘅失誤啊！咁壓迫做得好好啊，好嘢啊香港隊！係啦，咁啊，不過球證都應該會睇一睇究竟個 grounding 啊，即係落地嗰下咧有冇問題啦。咁啊，暫時就吹停咗個比賽先。係咪單手喺達陣線撳實咗個波就已經 OK 嘅咧？係控制到嘅情況，即係一定要係自己控制到嘅情況。係啦，咪影住尼卡杜咁啊，後備入替。咁啊，睇下呢球波球證就睇下上面 TMO 點樣決定啦。係見到個分就未加嘅，仲有43秒嘅啫，似乎就冇問題喎，應該係。咁啊，見到長嘅閃燈都出咗嚟啦。咁啊，香港隊呢度咧領先到24比14啊，一個10分嘅差距啊，仲有30零秒。咁啊，似乎就大局已定㗎啦。不過都要打埋下一球先，因為應該時間仲有嘅。咁啊，處理呢個加踢係于力人，有埋添喎。26比14啊，領先到相當穩陣嘅分數啦，呢球波。咁啊，尼卡杜為香港隊攞咗呢個保險球啊！今屆賽事尼卡杜就喺全運會係第一次達陣成功嘅啫。哇！但係呢個達陣就重要啦，就係呢下。咁啊，最後一個攻勢啦，山東隊大鐘佢響咗㗎啦，仍然都係控球權喺山東隊度。馬聰呃到啊，仲有大半個場走，唔好放過佢啊！哈貝特搞掂追到，咁啊會唔會偷到添啊？山東隊啊保護到個波，仍然都係山東隊嘅控球權。咁啊香港隊要 reset 翻個攻勢，要防守啊！而家變翻係山東隊嘅控球權，咁啊進攻仍然繼續緊嘅，成個遠波，做個越踢個 cross kick 啊，速度就輸咗啦。不過彈地嗰下咧就似乎有少少甩漏喎，球證就話入波，係啦。咁啊山東隊喺完場之後都進行咗一個達陣啦，入波嘅球員係10號啊，劉老達啊。咁啊最後就山東19比26啦。好啦，咁即係搞掂㗎啦喎。係啊，冇錯啊。咁啊，因為山東隊得分之後啦，咁啊佢哋嘅控球權咧都係完結啦，咁啊比賽都會完結啦，咁啊睇埋呢個加踢球啦。哇！呢場比賽都感覺上比想象之中係緊張刺激好多喎，李 Sir。係啊，似乎山東隊就本書嚟打啦，咁啊每球波都俾到好大壓力香港隊啊，無論喺進攻防守啦，都好似唔流力咁樣啦，用盡晒所有自己體能去壓迫到香港，令到上半場啊嘅都相當緊湊啊打到。同埋感覺香港都係幾位嘅老將咧，關鍵時刻嗰度係發揮到佢重要嘅作用。于力人啦，李安道啦。好咁啊，最後一球咧都係撞牆失敗咗啦。咁啊，最後香港隊咧就奪得咗呢面嘅金牌喎，完成任務啊！咁啊，今屆賽事咧，當然香港隊都係7人欖球係被譽為大熱門嘅。咁啊，因為喺一啲國際賽咧，其實啊香港對住中國嘅國家隊咧都有一定嘅優勢啊。咁啊，但係其實呢隊山東隊都同中國嘅國家隊都差唔多一模一樣㗎啦，都係嗰批成員嚟嘅。咁加埋香港嘅主場出擊啦，咁啊大家嘅寄望咧、期望係更加大啊！咁啊近年咧都有入到啲世界盃啦，個另外亞洲系列賽當中亦都係贏到冠軍啦。咁但係再喺香港嘅欖球歷史上邊增添多一面嘅重要獎牌咧，都係重要。咁啊同埋都係一個咧就係好歷史性嘅時刻。咁啊香港隊咧最終喺決賽不負所託，能夠擊敗到山東攞到金牌嘅。
咁啊，再次恭喜晒香港隊咧，得到我哋全運會第4面嘅金牌啦！咁啊，七人欖球賽嘅成員啦，真係恭喜啊，可喜可賀，亦都非常之興奮啊！見到現場嘅觀眾啊，即係見證到呢個歷史性嘅時候。係啊嚇，咁啊亦都即係再破紀錄啊！因為我哋之前咧最叻一屆都係攞過2面金牌嘅啫，哇！今日攞到4面都係。係，咁啊的確咧成績係非常之唔錯啊！咁啊當然啦，如果大家想睇精華嘅話咧，就轉頭10點半鐘咧，亦都會再睇翻今日嘅精彩片段嘅。